大家好，我是小安。香菜這東西，買少了又不夠用，買多了最讓人頭痛的是，明明看着挺水靈的一把香菜，買回家往塑料袋裏一扔，過2天就發黃、打煙，甚至化成一灘黏糊糊的綠水，只能忍痛扔掉。其實香菜並不是丟棄，只是我們沒用對方法。只要掌握了下面這4個保存小技巧，哪怕放半個月，拿出來依然翠綠挺拔，像剛從地裏拔出來一樣新鮮。第一招是廚房紙包裹法，這是最適合冰箱冷藏的懶人辦法，也是家庭主婦們公認最穩妥的保鮮技巧。很多人習慣把買回來的香菜直接塞進塑料袋裏紮緊口，覺得這樣能鎖水，其實大錯特錯。香菜也是有生命的，它在袋子裏依然會進行呼吸作用，產生大量的水氣。如果這些水氣散不出去，就會凝結在袋壁上，形成一個高溫高濕的封閉環境。這簡直就是霉菌滋生的溫床。不出2天，香菜就會被誤得發黃、腐爛，甚至流出黏糊糊的汁液。正確的做法是把買回來的香菜攤開在案板或盤子裏，放置在通風處晾一晾，確保葉片表面沒有任何生水。這一點至關重要，因為帶水的香菜更容易爛根。接着準備幾張吸水性強的廚房紙巾，如果沒有廚房紙，普通的面巾紙也可以替代。將香菜鬆散散地包裹起來，這裡的鬆散很關鍵，不要像捲壽司一樣捲得緊緊的，要給香菜留出呼吸的空間。廚房紙的作用就像是一個智能吸濕器，它能隨時吸附掉香菜呼吸排出的多餘濕氣，防止水珠滴落在葉片上導致腐爛，同時它又能像一層軟軟的保護墊，避免香菜在冰箱裡受到合碰損傷。包裹好之後，再找一個保鮮袋，將這包紙巾香菜放進去。注意，袋口千萬不要係死，那樣又回到了最初的錯誤循環。你可以把袋口像折線紙一樣折疊幾下，或者直接用橡皮筋輕輕紮住，留出一點縫隙透氣，讓空氣能緩慢流通。這樣既利用保鮮袋鎖住了必要的水分，防止香菜因為過度失水而乾枯打煙，又通過透氣口排出了多餘的廢氣和濕氣。把處理好的香菜樹直或平鋪放在冰箱冷藏室的蔬菜層，溫度控制在攝氏4度左右，效果最佳。經過這樣雙重呵護，香菜的代謝活動會降到最低。2週後拿出來，你會發現它依然保持着剛買回嚟時的翠綠，根部也不會發黑。用來做涼拌菜或者點綴燙品都完全沒問題。第2招叫水漾鮮花法，這不僅是一種保鮮手段，更是一種生活情趣，讓你把廚房裡的香菜當成嬌貴的鮮花來精心養護。具體操作非常簡單，找一個家裡不用的玻璃杯、酸奶瓶或者任何容器，往裡面裝上大約3厘米深的清水，把買回來的香菜稍微整理一下。如果根部有爛葉或泥土，可以先簡單清洗並摘除，然後用剪刀將根部切齊，就像花店處理鮮花那樣。處理完畢後，像插花一樣把它豎着放進杯子裡。這裡有一個非常關鍵的細節，水面只要剛剛沒過根部一點點就行，千萬不要貪多，更不能讓葉子泡在水裡，否則葉子會因為長時間浸泡而迅速腐爛，甚至發臭，那樣就得不償失了。為了讓這個平插香菜能擁持更久的濕度和溫度，接着找一個透明的保鮮袋，沖上面輕輕罩住整叢香菜，把香菜連同杯口一起包裹起來，然後在杯口處用橡皮筋紮緊，或者直接打個裂，這就形成了一個簡易但高效的微型溫室。這個袋子能有效減緩水分蒸發，保持內部濕度，同時又能透光。最後，把它放在廚房陰涼通風的角落，避免陽光直射導致水溫升高滋生細菌。如果冰箱冷藏室空間允許，把它豎着放進冰箱也是極好的選擇。低溫能進一步抑制細菌滋生。在這個封閉的小環境中，香菜依然能通過根部吸水，進行光合作用和呼吸，保持生機勃勃的狀態。用這種方法，香菜不僅外觀閃亮，甚至全能擁持1週以上的新鮮度，而且隨吃隨取。摘下幾根後，剩下的依然能繼續生長，特別適合那些經常做飯、需要頻繁使用香菜的家庭。第3招是冷凍保鮮法，這一招簡直是專為那些一次買太多、
根本吃不完的囤貨黨，或者追求極致便利的懶人量身定製的懶人神技。很多時候，我們買香菜，一買就是一大把，短時間內根本用不完，放在冰箱裡怕爛，放在外面又怕乾。這時候冷凍法就是最好的歸宿。首先，把買回來的香菜處理乾淨，用清水仔細沖洗掉表面的泥土和雜質。這一步之後，徹底晾乾水分至關重要，這是成敗的關鍵。如果帶着生水直接冷凍，香菜表面潰裂出厚厚的冰霜，拿出來使用時口感會大打折扣，甚至變得軟爛。所以一定要把洗淨的香菜攤開在漏籃裡，或者用廚房紙吸乾表面的水珠，確保乾爽。接着，根據你平時做菜的習慣，把香菜切成細細的碎末，或者切成小段。切記不要整顆冷凍，那樣拿出來很難切分。然後準備保鮮袋或者密封保鮮盒，把切好的香菜碎分裝進去。裝袋後用手把它們壓扁平鋪，盡量排出袋內的空氣，這樣不僅能節省冰箱空間，還能防止香菜在冷凍過程中退水氧化變黃。處理好之後，直接放入冰箱冷凍室。過不了多久，香菜就會凍得硬邦邦的。這種狀態下，香菜末不會結成難以分離的大冰坨。每次做飯時，不需要提前解凍，直接從冷凍室拿出來，隔着袋子捏碎或者用腳趾挖一着。無論是滾燙的燙出鍋前撒進去，全是炒肉菜時作為提鮮的佐料扔進去，那個瞬間釋放出的香味濃郁撲鼻，和新鮮香菜幾乎沒有勾別。雖然解凍後的香菜因為細胞壁破裂，不適合再用來做涼拌菜擺盤，會顯得軟塌塌的，但用來炝鍋、煮湯、拌餡料，效果絕佳。而且這種方法能輕鬆保存好幾個月不呸，隨取隨用，再也不用擔心香菜浪費了。第四招稍微傳統一點，叫精製晾曬法，集合喜歡曬乾貨的朋友，把香菜洗淨，放進蒸鍋裡大火蒸2分鐘，拿出來掛在通風處徹底曬乾。乾香菜雖然失去了脆嫩的口感，但香氣被高度濃縮了。平時燉肉、煮麵條的時候丟幾根進去，那股獨特的異香瞬間就能激發出來，比新鮮香菜船提味。這4招各有千秋，短期吃就用前2招，長期囤就用後2招。下次去菜市場看到新鮮的香菜，儘管放心買，再也不用擔心它變黃浪費啦。